深圳羅湖國貿又開咗一間新嘅眼鏡店，佔地3萬尺，累積超過30年視光經驗。深圳有多家分店，開業對香港人有多種優惠，全場嘅鏡框更加係定價打5折，同時針對漸進鏡使用者設立實際應用場景，嚟自德國嘅科技為你挑選合適嘅鏡片類型。同時佢係深圳第一間為你聽覺着想嘅眼鏡鋪。今集內容豐富，唔好錯過。我哋依家出發啦！搭地鐵1號線國貿站 B 出口，國貿大廈7樓。呢位係愛慕視光老闆楊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dy。恭喜你哋咧開咗一間新嘅愛慕視光啦！呢度咧係喺羅湖嚟嘅。開業6重里，但係第一重咧係好雅嘅漸進鏡片咧，可以做到198蚊一副，仲包埋一副鏡框。第二個咧可以送埋睇眼鏡一副。或者咧第3重里咧，佢係送一個國家卡，就係你玩嗰啲公仔機咧，我可以俾30個遊戲幣俾你嘅。跟住第4重里咧係，如果係你滿60歲嘅長者咧，可以免費檢查聽力一次。而港幣同人民幣嘅匯率係1比1結算。一入到鋪頭嘅印象好深刻，天花係眼睛造型，而有彩色嘅瞳孔，寓意清晰視力，接觸外界五光十色。呢間係佢哋第6間分店，佔地3萬尺，其餘分佈喺羅湖商業城同埋福田皇庭廣場。依家為客人提供更大更舒適嘅空間，多個分區，方便揾到適合嘅鏡框。我哋開業活動咧，肯定係送唔到嗰啲最優惠嘅鏡框啦。28蚊可以有300幾隻款俾你揀。呢啲眼鏡有唔同嘅物料，金屬、塑膠都有。智能眼鏡區最新嘅 AI 眼鏡都可以喺度揾到。而家最受歡迎嘅就嗰啲 Loki 啦，係我哋同 Loki 都係買咗佢好多嘅，所以咧佢嗰啲零件啦、嗰啲膠囊啦、充電倉啦，同埋嗰啲一啲配套做嘅鏡片咧，我哋全部都有嘅。係如果你有嗰副眼鏡想買嗰啲都可以過嚟嘅，都歡迎嘅。呢個金色燈光嘅區域係國際品牌專區 ，Gucci、阿瑪尼、Ray-Ban、Burberry 等嘅品牌，營造一種高級嘅感覺。蔡司鏡片就聽得多，蔡司鏡框唔知大家有聽過未呢？而中國風展示區有成幾百副嘅木框眼鏡，原來摸上手都幾輕巧，連個鼻托都係木做嘅。根據介紹，呢個眼鏡髀係用檀木包住，有佢嘅身價。設計翻展示區係國內設計師新出嘅產品，佢哋有部分係留學海外，設計越趨國際化。日韓式展示區鏡框都係200幾蚊，亦都有好啱戶外運動 Oakley 眼鏡。點解呢度有個軚盤嘅？原來係漸進鏡試戴體驗區。而家好多客佢問我，究竟係蔡司好啦、開雅好啊、依視樂好啊，嗰啲漸進究竟係邊個好啲？我會答佢嘅。不過我想佢自己試下，所以咧我攞咗呢啲原裝進口嘅，係呢個係依視樂嘅，仲埋一個國產嘅國內鏡片。嗰啲咧都係漸進鏡片嚟嘅，上面係望遠，下邊係望近，係咁樣。跟住你用呢個鏡架咧喺呢度可以試得到佢究竟係咩效果。戴上呢個嗱，呢度揸車，呢度望遠啦，跟住有時望下近啦，你呢度可以試得到嘅。同埋你如果你中意打麻將啦，可以用我哋嘅麻將台體驗下。如果你運動比較多，可能驚呢啲鏡片浮下，用呢個樓梯區，樓梯區可以俾你真實體驗到呢個鏡片嘅。每個漸進鏡嘅牌子都有佢優點，同時每個人嘅情況都唔一樣。而呢個創新區域解決咗配鏡之前日常應用嘅問題。愛慕視光係全深圳第一間視聽一體化嘅眼鏡店，配眼鏡有驗光室，配助聽器或者測試聽力就有驗配室，室內雙重隔音，戴上耳筒測試聽力。我哋而家賣緊係2個牌子，一個係呢個德國嘅進口嘅西加，佢個前名叫西門子，而靈希係國內嘅龍頭。聽唔到淨係啲聲音啫。OK。你台上幫你轉查出嚟嘅呢個聽力圖，代表係咩咧？代表係你係呢個分貝同埋呢個赫茲嗰個範圍咧，你聽你嘅情況係咁樣嘅。唔係你哋全深圳第一間？係，我哋係第一間做埋眼鏡做埋聽力一齊嘅視聽一體嘅眼鏡鋪。都還可以，仲有60幾，得60幾咋？所以中度。如果我哋細聲講嘢，你可能就唔係好清楚嘅。所以係中度嘅，佢話你係中度嘅聽力
順時，就係你嗰啲41至60分貝嘅聲音，你可以聽得到嘅。少過呢個，低過呢個嘅40以下嘅咧，你可能聽出嚟有啲唔係好清楚啦，係咁樣嘅。如果我細聲講，你可能就會差少少。係頭先喺呢部機可以 check 到出嚟嘅。呢對助聽器就儲存喺一個白色嘅充電倉入邊，形狀十分之纖細，類別叫做 RIC， 受話器外置類，適合輕度至中度聽力損失嘅朋友。助聽器大有來頭，喺2024年聽力科技革新大獎入邊獲得設計類獎項，最緊要係用家覺得好，嫲嫲就試戴一下，聽力師即刻喺電腦度調校，令到用家貼近實際環境聽到嘅聲音。頭先講細聲嗰啲，而家都聽得清楚啦。我哋依家又翻嚟驗光嘅精密科技，蔡司同紅雅克科技可以同時喺度試到 AI 智能測量鏡咧，有啲咩嘅特別之處呢？如果你配開雅嘅鏡片咧，喺呢度幾個機器咧可以照埋你個鏡框嘅所有嘅數據，咁樣配出嚟嘅鏡片肯定係更加好噶啦。對焦更加精準。呢個 Visualfit 1000，呢個係9個相機鏡頭。蔡司德國黑科技嚟嘅，同埋而家咧，我哋多咗一個新嘅設備，就係呢個，因為而家配漸進比較多，呢個機器咧，佢可以根據你嘅生活習慣推薦到一副啱你嘅蔡司鏡片。呢度你可以做嗰啲問卷啦。首先你要回答佢好多個問題嘅，譬如你今年幾多歲，跟住呢個係你個戶外運動啦，要幾多個鐘，你而家戴眼鏡有冇重量感覺？呢個差唔多10幾個問題，跟住佢答完之後咧，佢最後突出一個啱你嘅鏡片嘅結果出嚟俾你，係有一個建議嘅。係同埋你可以用呢個體驗到，你到時配漸進係咩感覺？呢個都可以喺呢度試出嚟嘅。可以睇到呢兩邊嘅範圍區咧，係咪少咗啲啊？如果係呢個版本嘅咧，會多少少；如果係呢個版本嘅咧，係咪細副範圍好啲？係喎，好明顯見得到個差別。係啊，同埋你如果想知道你辨識係咩效果，喺呢度可以睇到嘅。呢個係一個辨識嘅效果。Andy 啊，其實咧呢兩部蔡司呢一部咧，佢都會有一座即係顏色嘅鏡片嘅分別啊。係。咁呢一部咧都有個新出嘅一部儀器啊嘛。咁其實有咩分別咧？呢部咧係主要係佢嘅漸進嘅展示。就係你想知道呢個漸進可以睇到幾闊，同埋多咗一個厚薄度，你可以知道你鏡片如果你800度啦，做呢個框做出嚟嘅效果究竟係幾多厚薄嘅？呢個可以話俾你知。呢個鏡框都幾好喎，試下戴下先。好就好啦，不過就好似有啲窄，同埋有啲短啊。有啲咩辦法可以改善下呢？ Andy？呢個眼鏡咧可以幫你改到嘅。如果你覺得呢個鼻咧，因為每個人嘅鼻可能唔同噶嘛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短得滯或者長得滯咧，我都有辦法可以幫你改短嘅。有呢種辦法。呢個係一個個性化嘅定制眼鏡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框好睇，不過你覺得唔想入邊嘅黃色咧，可以幫你改翻紅色啊、綠色啊。我哋係用到呢部機咧，呢部係配機嘅配過嚟嘅一副專屬嘅機器。佢用咩作用咧？佢就係你人擺呢度，跟住佢掃描到你嘅面部嘅數據出嚟。跟住佢就知道你嘅面幾大啊，你嘅鼻梁位置啊、耳仔位置幾多啊，全部知道啦。跟住可以根據你自己嘅 size 幫你度咗一副出嚟，跟住就可以配唔同嘅鏡框，有9個系列咁多，可以較鏡框嘅闊度適合唔同頭部大細嘅人士。仲有鏡框嘅顏色啊，如果想睇實物嘅話，佢哋都會有版俾你睇。老闆應承觀眾，呢類高科技做出嚟嘅眼鏡都會有優惠。眼鏡檢查呢，我哋肯定係用最好嘅機器嚟嘅。呢個係日本嘅 Nikon 眼底照相機，可以出埋黃斑、青光眼嗰啲問題。呢個係同蔡司合作生產嘅韓國進口嘅海威茲呢個牌子呢，係可以非常精準嘅讀出嚟你嘅度數。呢一排全部都係進口儀器，眼壓機測試個眼壓有冇超標，如果讀數超過21，就應該揾醫生尋求醫療意見啦。而呢部機器可以測出小朋友嘅近視有冇加深。老闆話依家人習慣睇手機同埋 iPad， 越嚟越後生就出現眼睛問題，而呢啲儀器幫助發現問題，及早醫治，減少情況惡化。
店鋪入邊有7間驗光室，其中一間俾 VIP 使用。呢度有多位驗光師，平均年資接近10年。除咗佢哋嘅專業判斷，科技幫助都好重要。而家就有最新嘅電子驗光儀器，加埋標準驗光距離，配眼鏡就更加方便啦。驗光室對面就可以慢慢坐低，需要啲咩鏡片？我哋嘅鏡片咧，全部都係明碼標價嘅。嗱，呢個係虛熱兼報價，28蚊。1.56嘅高清非球面鏡片，如果你要防藍光，加多10蚊；如果要變色咧，98蚊就可以啦。防藍光都係258。即使係過千度近視，基本款都係200蚊之內，而佢哋都係多個國際品牌鏡片，授權經銷商。如果你係配漸進咧，我哋嘅漸進牌子咧，呢啲國際牌子全部都係2.8折。如果庫存鏡片，譬如你近視咧，度數唔高，未超過400度散光，都係2.8折嘅。如果你係配漸進咧，需要定制嘅鏡片咧，係3.5折嘅。呢啲折頭咧，同埋可以疊加到一個減至1比1嘅優惠。我哋個虛雅鏡片咧，近視鏡，譬如你100度、200度啦，可以用翻呢個590蚊嘅。呢個折咗之後係165蚊。漸進嘅呢隻係呢個990蚊，而家做緊特價活動198。而家寒假期嚟講咧，好多小朋友需要換眼鏡，所以咧我哋而家都推出咗一個專屬小朋友嘅活動價。呢個新樂學空雅嘅呢個蜂窩離焦鏡，呢個公司嘅係呢個4900噶。而家實際上到手係呢個價錢啦，1380。帶嫲嫲嚟呢間鋪之前，我去過其他分店度配眼鏡，佢哋會按你預算同埋要求，結合埋佢哋嘅經驗，推薦啱心水嘅鏡框同埋鏡片。平有平配，貴有貴嘅選擇，從來都唔猛銷。國內庫存鏡片半個鐘頭就可以攞到，國際品牌唔使訂製嘅1個鐘就有。分享翻我嚟深圳第一次配眼鏡嘅經驗，都係抱住一試嘅心態配啲基本款。鏡框嘅款式緊要，但係我更加着重鏡片嘅質素。建立咗信心就配啲貴啲嘅款式啦。呢度仲有一排嘅智能按摩椅，睇楊老闆表情都知道按摩效果好滿意。旁邊有2個大雪櫃，免費提供飲品，仲有咖啡機。老闆就話配眼鏡之餘都好歡迎大家利用呢啲服務。記住逢消費就可以攞到30個嘅夾娃娃公仔機，或者1張100%中獎嘅刮刮卡。佢中獎鏡框免費，小朋友大人都有得玩，真係一舉兩得。今次咧喺國貿大廈嗰度攞咗一間3萬尺嘅鋪頭，國貿大廈7樓成層都係我哋嘅，所以增加咗好多設備，好多好玩嘅嘢，係希望可以更加好嘅服務到大家。最後講埋交通安排，由羅湖口岸過關，出咗關之後即刻轉1號線，搭1個站嚟到國貿站 B 出口，出咗嚟之後旁邊呢棟大廈就係國貿大廈啦。轉咗揾佢正門直入，電梯1、2、3號是但揀一部，撳7字。上到嚟就係呢一間眼鏡鋪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價值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